继续来看这个国防部汉光35号实兵的演习，甲万安42号的演习，今仔日登场。先来看这个汉光35号的演习，一透早7点，伫个新竹甲花莲的空军基地，有战机来进行空中兵力的作战的部署。沿岸饭店，搁要伫个国道1号中华路段来演练战机的起降。 这是咱12年，阁有战机伫个高速公路顶来降落，真侪军事迷提早去号位，附近阁有媒体甲厝顶租互人通看。但是气象局来预报，讲28号可能会落雨。军事迷即摆上界担心的，就是这个战机的起降会受到影响。花莲空军基地进行汉光演习 F16战斗机伫跑道起飞。 同一个时间，新竹空军基地换上2000码起飞进行空中兵力的部署。汉光35号演习要进行5天4暝，国道1号中华战备跑道将伫2倍进行战机起飞演习，一共有军事迷来伫做准备啊。这个位置是不错啦，飞机正上面这边飞过来嘛，因为这边路比较平，那边高速被砍掉了。 顶一摆战机伫国道起降已经是12天前啊，军事迷拢真期待。附近有人家厝168到1000块的介绍，出租厝顶要抢这个演习台。不过气象局预报28有可能落雨，敢会影响到演习？天气正常啊，或下点小雨，飞机都会落地。如果说下雨又打雷，那就在空中就有危安的顾虑，那时候空中兵力可能就会取消。军方表示讲，一切拢按照计划进行。明仔载透早，估计有换上2000，IDF 经国号要 F16的登场，所以讲提前相亲。国道1号双向的道路，中华到湾林交流道包括保险系统，沿暗10点到明仔载中昼12点全线封闭。 路南路段过伫明仔载暗时10点到29早起的6点，搁封闭要进行这水泥护栏吊挂恢复的作业。建议路南的用路人伫封路的路段，会使提早伫王田落来，行台号线经过大道桥到彰化市。上巴人会使落湾林交流道，搁接管道148，再搁接埔心联络道了后，上省道第76线，就会使接国道3号上邦。安尼行会使避免因为演习塌伫个半路。